香港娛樂圈嘅養老故事，最近又多咗一單值得細味嘅話題。繼蔡瀾以月租50萬嘅瑰麗酒店海景套房度過人生最後2年，如慕連立遺囑捐晒全部身家之後，圈中出名嘅母子戀白韻琴與謝偉俊夫婦，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都正打算效法蔡瀾，賣咗部分資產套現，好好享受剩低嘅人生。呢件事喺香港傳媒圈已經傳開，專欄作家周顯喺文章入面寫得好直白，謝偉俊同白韻琴嘅身家比蔡瀾豐厚得多，估計最少都可以套現幾億銀，跟住蔡瀾每個月50萬嘅開銷標準，佢哋就算使上30到40年都使唔晒。有作者更講笑咁話，82歲嘅白姐姐豈不是要活到110歲先得？說話雖然係講笑，但背後卻係一個嚴肅嘅問題。當人老咗，錢多咗，時間卻唔夠嘅時候，究竟應該點樣安置自己？要明白白韻琴夫婦嘅選擇，首先要回頭睇下蔡瀾。2023年，4大才子之一嘅蔡瀾遭遇人生重大打擊，太太方瓊蚊喺屋企唔小心跌親，佢上前扶嘅時候自己都閃低，股骨頸斷咗，要做手術雙鋼片。太太最終傷重不治離世。相伴42年嘅老婆走咗，冇仔冇女嘅蔡瀾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嘅決定。佢冇沉淪喺悲傷入面自暴自棄，反而轉頭就將1999年以1150萬買入嘅九龍塘愛濱花園豪宅放盤。2023年賣出嗰陣已經升值到3200萬。賣樓嘅理由好簡單，佢喺整理亡妻遺物嗰陣感到人到晚年唔想太多負擔，認為年紀大咗最好有現金傍身。賣完樓，佢冇換間更大嘅屋，而係直接搬入尖沙咀瑰麗酒店嘅海景套房，月租35萬起跳，推開窗就係維港景色。佢話咁靚嘅景色唔享受，好似好唔抵。不特止，佢仲將收藏咗多年嘅字畫、古董、書籍全部送晒俾朋友，只係留低一柄珍藏多年嘅普洱茶。佢聘請咗由秘書、助理、司機、護士同傭人組成嘅8人專職團隊照顧起居，每月開銷達50萬港元。當時佢就笑住話，即使係咁，佢死之前都係使唔晒呢筆錢。蔡瀾於2025年6月25日離世，享年83歲。喺呢段期間，佢堅持工作，拍短片，絕對唔會虛度光陰。去到生命盡頭，佢自知大限將至，唔食唔飲，直至安詳離世。冇使晒嘅財產，外界估計留咗俾侄仔侄女。佢2大餐飲品牌蔡瀾 PHO 同蔡瀾點心就交咗俾兒子夫婦接管。周顯喺專欄入面評價話，蔡瀾過身前將錢使晒，係精明嘅抉擇，唯一唔夠精明嘅係層樓賣得太遲，令到享受大量現金倒數人生嘅時間太短。呢句說話聽落刻薄，卻點出咗一個真相，人去到某個年紀，錢唔係問題，時間先係。同蔡瀾形成鮮明對比嘅係前 TVB 演員余慕蓮，佢冇賣樓，財富唔多，得一套價值幾百萬嘅屋同少量現金。佢請咗一個外傭貼身照顧，有需要嘅時候就會入住護老院。2024年8月，87歲嘅余慕蓮喺好友米雪同安德尊陪同下，正式立下遺囑，將名下旺角物業捐俾東華三院。現金就交俾米雪處理，由米雪幫佢辦完後事，再將剩低嘅錢捐出去。簽字嗰日，米雪好認真咁幫佢化妝，3個人有講有笑，氣氛好輕鬆。余慕蓮接過東華三院嘅感謝狀嗰陣面帶微笑，一償心願。其實余慕蓮嘅善心早有迹可尋。2005年正式退休之後，佢從20幾萬嘅退休金入面攞出8萬蚊，走去貴州山區起咗一間希望小學，嗰係當地第一間正式嘅小學。佢一生未婚，冇仔冇女，演咗成世醜女配角，
同周星馳、劉德華、張國榮等巨星都有合作過。佢曾講過自己細個讀書少，成為人生一大遺憾。2026年7月4日，余慕蓮喺老人院度過89歲生日。因為外傭請假返鄉下，佢暫住老人院，平日會去大堂睇電視，或者同其他長者打1蚊一鋪嘅衛生麻雀解悶。對於生死，佢早已睇得好淡，話自己都排緊隊上天堂，最大心願係喺瞓覺中安然離世，並已向醫生表明意願，唔好搶救，唔好插喉。蔡瀾同余慕蓮兩個人都冇仔女，但揀咗完全唔同嘅養老方式，一個揮金如土享受最後時光，一個傾盡所有將愛留俾陌生人。呢兩種方式成為後來者嘅參考。而家輪到白韻琴同謝偉俊。白韻琴嘅故事本身就夠寫一部小說。佢後生嗰陣有才有貌，做過空姐。喺飛機上面識咗緬甸首富鄺榮輝同佢嘅私人秘書莊永楚，莊永楚做紅娘，撮合白韻琴同鄺榮輝嘅二仔 Endo， 兩人結婚，由陳寶珠做伴娘。婚後白韻琴生咗一個仔，但呢段婚姻冇維持得好耐，離婚之後有傳佢攞咗前夫幾千萬港元。佢個仔據聞喺美國軍部工作。外界從未見過佢嘅廬山真面目。離婚之後，白韻琴加入娛樂圈，喺電台主持《盡訴心中情》，專門解答聽眾來信，言論大膽，好快成名。佢聰明到極，深知靠輿論走紅之道可以出賣自己嘅私隱，但唯獨堅決保護個仔。1989年，44歲嘅律師謝偉俊同59歲嘅才女白韻琴因為合作主持電台節目而結緣，開始拍拖同居。兩人相差15歲，當年傳媒封佢哋做現代版《神鵰俠侶》入面嘅楊過與小龍女。1997年，佢哋喺美國註冊結婚。呢段婚姻並非一帆風順。2009年，謝偉俊被指同一位25歲嘅青島女子互傳挑情電郵，兩人過從甚密。傳媒大肆報道，白韻琴隨即開記者會，雖然冇正式交代係咪分手，但自爆二人喺外地註冊結婚多年。事後佢又將謝偉俊比作唐僧，話好多人都中意食唐僧肉。呢件事最中意兩人一齊飛去澳洲度假告終。更大嘅爆點出現喺2013年，白韻琴接受 Now TV 娛樂審死官訪問嗰陣，大爆54歲嘅謝偉俊曾經喐手打佢，更話兩人20幾年嚟夫妻關係有名無實，從未行房，冇人錫，冇人扭。佢仲喺 Facebook 發文控訴殘酷無情嘅你，只顧自己嘅快樂同享受，你有當我係有血有肉有感覺嘅人嗎？呢啲往事擺喺當年，每一單都係爆炸性新聞，但講嚟又奇怪，正正係呢啲風波，反而將呢段關係拉得更實。隨住白韻琴年紀漸大，兩人嘅關係反而越來越穩固。謝偉俊曾經講過一句好動容嘅話，佢同白姐姐呢幾年經歷咗高低起伏，但嗰啲都過去咗，而家嘅兩個人正處於最舒服嘅相處模式入面，可以安安穩穩咁白頭到老。而家白韻琴82歲，謝偉俊都67歲啦。近呢幾年，白韻琴屢次傳出患上腦退化症，2016年已傳出佢出現初期症狀，開始善忘，更有傳佢認唔到路返屋企要打電話求救。不過謝偉俊曾經出嚟澄清，話白韻琴只係太攰實暈。2024年佢露面受訪嗰陣依然對答如流。2025年8月，謝偉俊喺社交平台貼出夫妻合照，白韻琴臉頰略嫌消瘦，但精神唔錯。謝偉俊透露佢各項身體指數正常，只係記憶力差啲，自己會盡量抽時間陪佢。謝偉俊由2000年起擔任立法會議員，到2023年選擇唔再競逐連任，結束咗23年嘅從政生涯之後，佢都冇退休，
而係重拾律師牌照，繼續執業。放棄連任嘅原因之一，顯然係為咗有更多時間陪伴老婆。而家佢推住輪椅帶白韻琴周圍去旅行，由江門到新疆天山腳下，樣樣親力親為。有傳媒影到兩人喺江門網紅打卡點合照，白韻琴包到實一實，謝偉俊依然英氣，唔知頭唔知路嘅仲以為係兩母子。但謝偉俊唔在乎呢啲閒言閒語，佢而家考慮嘅係如何令自己喺白韻琴最後嘅歲月入面，好好照顧佢，亦好好照顧自己。白韻琴後生嗰陣擅長投資，謝偉俊係著名律師，兩人結婚多年，賺咗起碼幾億港元。佢哋嘅身家比蔡瀾豐厚得多，可以享受嘅時間同埋檔次都高過蔡瀾。白韻琴唔需要賣樓就已經請得起一支高水平嘅專業護理團隊，但有一個問題誰都避唔開。白韻琴已經82歲啦，跟住蔡瀾每個月50萬嘅標準，佢哋嘅錢使30到40年都使唔晒，但白姐姐可唔可以活到110歲呢？錢唔係問題，時間先係。周顯喺專欄最後寫咗一句意味深長嘅話：享受人生，幾十年都嫌唔夠，唔係咩？係啊，幾十年都嫌唔夠。蔡瀾用最後2年活出咗體面，余慕蓮用一生詮釋咗善良，而白韻琴同謝偉俊正企喺人生嘅十字路口，錢袋脹卜卜，時間寥寥可數。佢哋想好似蔡瀾咁揮灑自如，卻可能面對一個尷尬，錢未使晒，人已經走咗。但換個角度諗，呢種何嘗唔係一種幸運？比起嗰啲錢使晒但人仲喺度嘅困境，錢仲喺度但人走咗，至少走得從容，走得體面。白韻琴呢一生嫁過首富嘅仔，做過電台才女，談過轟動一時嘅戀愛，儲低幾億身家，去到82歲，身邊仲有一個推住輪椅陪佢睇世界，細佢15歲嘅老公。呢種人晚年點樣過都唔會對唔住自己。至於佢到底留咗幾多錢俾個仔，恐怕只有佢自己心裏最清楚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喺生命最後一段路上，佢揀咗同謝偉俊一齊，將日子過成自己想要嘅模樣。就好似蔡瀾講過咁靚嘅景色唔享受，好似好唔抵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哋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